在东亚嘅台湾，设有一条河坝，佢流过嘅所在，有像大海一样嘅案发嘅种树呐，和出产一定多种咯，也想到全世界主要国家嘅注意，上菜走来。那条河坝就是淡水河。西元1860年代起始，土西方水路浪，也就是合成树脂同无烟火样，入洋岩板等工业，天天的发展起来，也有科技都爱用樟脑来做燃料，那有樟脑就浸到奶，是这个时代一定重要的一项事情。桃园太海。因为山那别个国嘅所在，印证有河坝好载运嘅好条件，成为重要嘅樟脑集散地。德国、英国等10个嘅国家，又加北京洋行初也建立，世界各国嘅成年人都来到呀。一直到给到西洋强国，不等中国开放台湾淡水。来做贸易港口嘅时节开始，台湾就是世界樟脑嘅主要供应地。樟脑咪系台湾同世界连接嘅一项重要嘅东西。樟树是松绿乔木，生地种在海拔嘅上空。树嘅上来又高又大头，树皮嚟又大又窄。树嘅上嘅到50公尺高，形成嘅树皮有7浪嘅笔fin，含过有同层，纹路分明清楚。古上人同其喊做樟树，下乡人同其将木丝片落去，专门代表讲一种树种。樟树规条位都做得强咯。是同重要嘅经济树种。400年前，台湾嘅上空冇就种下，因内就有樟树，做得讲是樟树嘅大海。苗栗县铜锣乡嘅樟树村，因前同到樟树，将安到樟树村，到今就含有樟脑工厂，一个做商业嘅生产。全世界给他。出口安尼樟脑，铜锣做出产青岛。啊，到爸爸的时候，全盛时期就24点钟做啊，一年差不多12000斤的樟树来做，全部做好就那时候。呀，樟脑厂当当的，你们包括那有书诶，冇去买就不可以买这位，当竞争啦，当辛苦。如果1礼拜跟爸爸看爸爸一面都当难了。说的，可以了。家就懂事诶，就提讲，当然就做生意12000斤，而做，因为也做一款哈，6点钟嘛，个做一款，又要你讲你出口才你才2点钟的时间，就8点钟，个改个6点钟，就14点钟诶，因为做14点钟按不退哈，几乎我爸爸都讲，一收货收到1、2点诶，1、2点。也切开，听讲你也出来西当搞本个师傅去做，就当辛苦了。因为客家人对呀，靠山吃山啊，靠海吃海。因为家经济条件无好，大家生活都唔好啊。
称好的东西就做起来卖出去啊，最好的东西就卖售出去啊。爸爸对安尼事业係有一種感情啊，佢作為成人啊，因為到40歲，我賣售冇為，其實佢唔了解下做嘛，就講出更多嘅東西拿人出來賣，賣到啊，消費者接受嘅程度越高，佢其實慢慢的一個行業保留下來，不後台人講，按說台灣島有法度一年出幾啊百噸都國外去。苗栗山的東島，青島所在都有種樹，像太湖、大立這條地方，夾馬來邦山，就喺泰雅族人打獵嘅位所，等來到獵片腳路嘅下，不時會受到泰雅族人嘅主動同攻擊，就會停下來。1884年，太湖、大立又發生泰雅族人同羅定嘅衝突。雙方時常都動厲害。歷時節因為抵抗法軍來攻台灣，當出名嘅台灣將領林朝東，接到命令就勸誘上戰又安撫。1886年嘅總弩出口量對前一年嘅3擔增加到1300人擔。1894年升總到39500人擔，落去山區嘅策略。成績當好，到今當研究6月24嘅日，太湖嘅萬盛宮都會攀東排創嘅關聖帝君祭典，見證了這段歷史。林朝東先生，佢係也中期嘅總督，佢來到也執行嘅，加也地方當唔安。講嘅原住民，講嘅啲處理當多，當惡嘅處理又不爽人，要多少百姓都要求佢講，發起我做一個廟。老主任，林先生嗎？久見了。我聽說他是這中期的統帥啊。對，他是。營務處它是最大的，再來它這有一支部隊叫做洞軍，洞軍的愛勇營就在大湖，司令部就在這裡，那部隊就在這裡。那林朝東的那個先生的我排位我都給他算過來，這3關呢，他們3關是很大的了，這關比說很大，我們都林朝東先生我們都擺他們一起。哎呀，這3樓啊，我們祖師還在下面。哎呀，謝。我們家的祖先擺這裡，全台灣就這麼一個。這是一個。對，大湖對我曾祖太好了。他有貢獻在我們地方，我們就大家都很尊敬他，我們客家人都很尊敬的林朝東先生。我是傾向於他們確實是漳州客，很早就已經漳州化了啊。那移民到台灣，他們也自認為是漳州人。我90%相信南宮客人對哈，然後，但是他不是在台灣，是在漳州就已經是漳州化。林朝東有客家嘅背景，要前來武房嘅特別嘅平埔族人，訓練出一吹死人嘅軍吹，喺劉銘傳啲台灣吹行開山呼飯嘅下，創有嘅後壁山。現在做總羅列特入嘅頭家，為到愛防批泰雅族人攻擊啲神奇腳路嘅路頂，自家會整死人嘅武力吹舞，派去總羅列。但等人喊做愛頂，
刘铭传将台湾总统苏到转去官判过后，同爱丁改喊做爱勇，由林朝东负责台湾嘅总统专门业务，佢还担任总督府建局长，重新抢过脑袋来听开发总统。脑丁是很重要的劳动力，你要募集脑丁很不容易，因为太危险了，生活条件很差啊，有的脑丁做了一段人就跑掉了，等等，所以这个劳力供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另外就是原住民啊，你必须要先做好啊所谓核番的工作，如果没有处理好，他们就会出草。我们雾峰林家跟原住民是有很深厚的关系的，所以当时林朝栋是有把握的。那么你进入山里，你就必定要有一支很坚强的部队防守在那里，就是汉人跟原住民不能再继续冲突。你腐番的话，就等于说你原住民跟汉人大家和乐融融之下，共同开发这个资源，事实上成功了。因为平地的樟木都砍了之后呢，那你要进入山区啊，就面对着原住民啊，所以汉人就不敢入山，对吧？哦，结果就在1884年后啊，85年推动开山抚番政策，哦，樟脑的产销啊，从这个谷底啊就慢慢上升，慢慢上升。到了1892年，又超越日本，成为最大的樟脑场地，也就是樟脑王国。事实上，雾峰林家以前是垦民，那后来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变成垦守。从第5代的族长林文茶以后，才开始做官。因为当时候法国人要来打台湾，刘铭传又挡不住了。林文茶的儿子林朝栋知道了以后，他就马上召集500个乡友自备粮食，冲到北部去，帮刘铭传把法国人挡住，所以台湾才没有像越南一样变成是法国的殖民地。林朝东嘅家族世代黑土雾峰。假使人嘅武力係清朝末年台灣開發樟腦同重要嘅意思，故所大部分嘅樟腦貿易都係佢確定嘅，佢也認證安尼傳到呼啦啦嘅。大花廳它是一個軍事的會議的招待所，因為以前霧峰是台灣軍事的重鎮，所以在這邊會開很多的會議。那開完會議一定就會請這個與會者呢吃個飯。然後來聽就是餘興節目，所以會有戲。那當時候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戲班子。宮保體嘅安道建築係林朝東種茂樟腦嘅業務，傳到博叉叉嘅過後加起嘅。你們天一經嘅大法堂，做工優秀又插法派頭，係清朝末年。台灣嘅樟腦產業，則工業到世界王國下嘅產物。我從小在宮保地長大，可是我在成長過程裡面，幾乎我家沒有人知道啊。那麼正好有一次我身體不太舒服，反正在家裡無聊嘛，我就開始把老資料拿出來翻，拿住翻，哎，我興趣就來了。哎，我就突然間使命感來了。我說，那我這個家族竟然是有這麼樣的這個豐功偉業哈。講開山長江心，日曬兩路真艱辛，不怕獵頭不顧身，身派講來就愛彩虹，山盟塔樹。
路上去，中火炭日夜拼，好快冲可以死拳，甜水甜火爱伤心，脚电脑又通通粘，开出三步万旁远，弓弩嘿嘿吼，弓弩嘿嘿吼，嘿。弓弩嘿嘿吼，身飘浪走山岚，山山弓弩百千岁，剑拔木笔走大图，台湾山马北到南马，船前木匠走山城。弓弩嘿嘿吼，弓弩嘿嘿吼，嘿，弓弩嘿嘿吼。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桃园跟新竹的交界，一座标高1914公尺的山头的最高点，就称为李洞山这个地点。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它是一个制高点。然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李洞古堡呢，它是一个爱永线上的一个最高的指挥所，叫做监督所。你看，你这里有个踏阶啊，因为这是射口，哦，所以用枪警察在防御的时候，他的枪就这样子来做防御的攻势。那警察要统治原住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打的，设置爱永线作为围堵这个防线，它有点像是一个带状的防御线，选择这个最高的山的这个山头串联起来的零线。设置这个爱永线，中间有路，有各种大小不同的警察的据点。在1914年之前，整个台湾的山地大概还有50%的面积没有在政府的有效统治之下。换句话讲，原住民跟政府是在一个对抗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墓碑，他是一位警察，他的名字叫渡边耀，渡边先生，他是在这个第2次李洞山战役，就是1912年的10月4号的那一天，在跟原住民的作战当中，所谓战死，这个很显然是就地取材的砂岩做成的这个墓碑，是一个在很急的状况之下建造的坟墓。那我们还有很多战死的原住民的勇士、泰雅族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作战的双方，日本的警察是3000多人，那我们的原住民的战士可能只有300-400人。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战争。一个帝国为了取得他的这个殖民地的资源，用公权力来保护财团的这个樟脑的利益，然后真正的牺牲者就是我们的原住民跟这些继承的远景。1895年，日本接收台湾過後，擴大樟腦業嘅開發，同清朝交互相輔作用嘅蘇台無共樣，日本有一定大嘅現代化武力。唔通夾命令就出隻實業衝子，是知道台灣嘅歷史進入相似鬥打、協調協作嘅時代。美國第一人駐台領事塔菲桑，在佢寫嘅福爾摩沙島嘅故事同現在一本書封，就是講樟腦嘅代價係人血。唔過書封全無講到，西方國家來到台灣賣樟腦，做出按進鋪嘅貨藥，傳到錢又倒轉來對中國
行過台灣嘅中路山地進行侵害同剝削。開種樹下嘅大亞族沙摩提家人。在日本开始用爱永线作为理番的重要工具以后呢，爱永线上面来自日本的警察以外呢，那里面有一大部分其实是客家籍，尤其是在桃园、新竹、苗栗地区，客家籍的爱永是非常多的。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客家族群参与这个制脑业的这个现象，其实一直延伸到20世纪初期日本统治的时代，在山区砍树，取得原料然后把它蒸馏之后，制造初制樟脑跟脑油的这个初制阶段，几乎都是靠台湾本土的这个脑丁。那这些大部分是客家籍的从业人员。除了最基层的脑丁之外，上一层的脑长，乃至于脑长上面出钱去聘雇脑长来的这些老板，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再者，随着日本的这个理番的脚步由北而南，由西部而东部，你会在当中大概的看到客家族群随着不同的制脑地点被开发，而有一些移动的现象。那大致上是由西向东，由北往南。头摆叫我意思是皇帝呢，不是作品。该起主的头摆我打到4、6皮哦，叫我起主冇效果。跟米矿咯，冇那个矿拿树当去矿，有咩比变多了？叫我米是唔得，所以讲头摆叫我优惠很多。大家都抢要去做长老油就阿公、阿爸、嗌就叫咯。大家16歲條路，嗰樣是冇條路，就嗌種嗌熟去那個台中個內鄉，嗌對那個公司個對面個新社個對個行路去北家過去就內鄉就嗌攞了就到個位做。28歲來，我都對成功嘅意願，同佢叫一年叫佢嘢，將辦呢個台中嘅文產嗰邊，公園最多嘅就15個、12個人嚟啦，將來就50人嚟啦。28歲嘛，28歲我哋83嘛。日本皇帝就來而作品，當初打仗，皇帝來沒打死的啦。叫我也唔是作品，因為我哋就重要嘅人物嘛，冇火藥打仗唔得啦。你係做火藥嘅，我打衝嘅作用，所以我哋就比王爺公大。我认识的先生是我18岁的时候，先生去资本温泉做那个樟脑油，认识这样。在做那个樟脑油，他是晚上的时候下班他是很多工人还帮他烧火好像去烧火，他就从山上下来我们家里我们家也是做开店我们有2、3间的店他是每天下来这样他就玩一玩，他一上去这样回山上。我爸爸说他很勤劳，很节俭。
没有第二个了，这样，他最棒了，他最喜欢他了。因为跑案的吼，佢哋個要必必，因為啲個東西慢慢吼，cái油讓佢出來，按這些攞油是多，你是會回啲啊。我爸爸嘅時代吼，用手工嘅就講，用蓋佢而家下盤。而家好像一出來，頭擺是太上當徛下來呢，咁一條樹就叫我記下嘅嘢咯。冇卡嗌頭擺定呱呱。啊有腳踏車會騎嘅哦，佢打鐵冇幾多個啦，找不到幾個人啦。個鐵馬吼，條擺個載貨貨啊，個鐵馬，我唔敢就兩台。嚟頭半樣就用飛機咯，條擺一坐飛機啊，錢冇幾多個啦，找不到幾個人。我是有辦法坐飛機，我晚上住禮宿，我結婚就是禮宿，第二天。阿姨嘅冇嘅，個我朋友個我吼四個就坐飛機到高雄。有他很快樂啊，他現在我們叫他不要做，他也是一直要做啊。我說你不要做，小孩子也不喜歡你做啊。小孩子每個人都過得去啊，為什麼？裡面好吃飯嗎？他說他是做興趣的。做健康的這樣，他從年輕就很愛做，做到現在，做到老，他說做到眼睛閉起來這樣。嗰啲也是愛食嘅，嘅食嘅，一水啊水就多啲啦，滾起來就多啲，多啲啊黏，那就排出去了。哦，有看到冇？拍拍嘅就水啊，拍拍嘅下去就水。哦，佢上邊就油啦。我感覺到一生啊，做長老最快樂。吃有，錢有，他好像，我做工前攏佩服如何嘅，佢泡澡泡就最快樂就腳腦就最快樂。都見閒係有人會同錯拿讀書嘅，對讀書讀下來嘅種書，送去本李嚴夫80歲嘅佢。本行去出道，佢係快樂嘅強農人。原本樟脑只是拿来做药物使用，或者是熏香这种传统的用途，偏偏在19世纪的后半期开始，樟脑变成一种快速发展的近代化工业当中。2種物品的非常重要的基礎原料，其中一個是賽璐珞，這是第一種人工的合成的材料，可以拿來做各種像今天塑膠的前身的這種東西，假牙、眼鏡框啊，女孩子的飾品啊、撞球啊、強化玻璃啊等等。最重要的用途其實應該算是無煙火藥。無煙火藥在生產的過程當中，需要樟腦來做緩衝劑。那無煙火藥取代過去的黑火藥，變成這個槍啊、炮啊裡面推進彈丸燃燒的推進藥，非常有效率。換言之呢，它是
促成小口径武器，像枪支、火炮的这个革命性发展的一个关键。世界上为了军需，为了做赛洛洛，都要跟台湾买原料樟脑。二次大战结束过后，台湾嘅总书未到位枪嘅，总书之海就安尼无停咧。枪船用为到龙潭、罗航海和巴顺了解，还有19头几经几百年嘅老总书，和其他猜猜，看到了条总书，人就会面转嘅老头拜。客家人多一笪地方來佢聽家下，而一天我前面條書嘅嚟做北公書，因為人哋帶到也肚啲係假嘅，人愛拜祭要服侍佢，所以如果先了貼撇太嘅嗰條書嘅，哦有啲地方係榕樹啦，有啲係假當樹啦，哦我一邊就嘟嘟有一太撞樹，我哋就都聽講啊，哎呀條樹係可以按醬又按太。按所有個人咧，天主重要嘅用嘅，所以我哋咧做而家嚇啲人睇書下，有啲嘅服侍24百公嘅啦。no，好，就做暗都要來燒香，來拜拜。按初一十五為載過。補品嘅就會來供奉，佢係條非常靈嘅神書啊！每幾日就係個人都會受傷啊，總共有30幾啊嚇，30都受傷，包括我自家，我記嘅時咪係記我自家保美腳咪係撞到，唔像你目前來講係唔敢去統計啦。同佢你行下度嘅有冇？係木當那嚟撞鐵，唔係撞嘅樹嘅。盡量是冇去統計，因為佢嘅靈性真強。像有擺撥太水咪係打到你會出毛嘅。咁對我哋嚟講係一種守護神啊！我哋咪親尊重佢，所以我哋咪對佢係非常敬畏。也仲喺做按到3粒沙嘅白公啦，吼，那個可能也1、2、3，甚至也當過一家一隻嘢嘅，我表示講佢係神明嘅也種嘅作用，攞去摘佢隻劍，攞去製作嘅嚇，大部分係用安樣嘅，佢冇瑕疵，哦，也冇做乜嘅牌嘅，就用也種嘅方式嚟推俾神明啲啊地方嘅。11內就有農作嘅樟腦產業，早就冇安尼嘅講緊咧。在林業試驗所、綠桂研究中心服務嘅林文志，當地學者列團內邊人共同嘅記憶，接上出去拜訪，想要建立一座樟腦故事博物館。阿仔，要包裝嘅吼，要做好呢。放誒，用放誒嘛吼。哦，咱有啲啦吼，按你算的。按你無啲啦。四角形咧，四角形咧，小個形講薄圖。哦，按就按用，而且大些嘛。哦喲。以前迄爸爸阿公嘅同志。爸爸嘅啦吼，阿公喺做農嘅嘛，所嘛。睇下做些做20人樣嘅，有唐一度，鄉下做些阿伯啊。北美啊，講一個多諾嘅故事，吼，波斯嘅故事，還有感覺講，佢有感覺啦，吼，就很感人呐。我沒想到講，讀書嘅多安部，吼，以前很用嘅多諾，以前很用嘅讀書嘅。林文志下班過後，所有嘅時間都落成啲啦。佢想要同頭擺多種書，強諾嘅家伙頭都燒手來。想要同電梯嘅記憶飲到轉來。阿爸，包未？食飯喎。好。一送拜有冇同係做一個餅嘛？吼，碰喺餅嘛。我去用用看下呢，有啲時用啊有冇？我落嚟啦。係啊。做得冇，也會冇做得冇幾好啊。
嗰另外一啲藝術上門講，以前也個用的磨。这个就专门磨这里的。磨到起过来啦，做了安尼顺平安尼啊。你那边磨降下来，产下去会飘起来啊。一種石頭會更好潛。有咩唔如我潛啦？磨可以隨便游啦。阿伯，安尼迄底下有可能看有法度降下去同佢潛一下。好啦，好，可以啊。好嚟，一沖奶茶啦，哈。主要来源就是从那个地方啦。你讲迄白迄？嘿啊，白个。白安尼，看起来长长的迄咩？当杯跟奶粉诶，叶片一粉诶，个冻我个搭到出去，全部按一下，我介边全部迄啊。长色的。系啊，全部。迄下杯长色的迄。系啊系啊系啊。哦，迄长色的嘛。嘿。好，冲一粒可以冇？一粒啊。什么？冲也可以提供有5色的。可以啊，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啊哈。这个不好做。一粒可以冇？可以啊。粒可4粒。哎。一个色成可以冇？可以啊。潛到假斧頭，沒有潛在方法，嚟到老人家對還後生，就練出一身嘅手藝。對林文子來講，就像遇到國寶樣嘅。可能北地磨刀嘅時間吼，佢夾啦，就算伊幾啊生人磨刀嘅，佢磨時間馬上要講佢順啦。磨染好了，染就好了，伊没有讲啊，以前做些时间吼，他肯定要拼效率啦，无可能本慢慢的磨迄刀的啦。啊，伊咪讲要磨过行到，伊要做些吼。俺神足足动，俺落木下，和江林上现在那个绿寮行啦，我们老家在那边啦。就是讲。你也要自尊上去，搬出去我要做咯。而且才讲，谈到讲强咯，哦，才来太府开始做强咯。俺爸爸都该提示，都该强咯。2年3年就做出来，又个办呢，又个盘过该阿里山该北方，将对港一那边下来，将对本地哦达邦。这个全部有各个喏，就谈到讲，高雄人六龟上路新河，当读书的，真是就这样啊。转过来高雄县来以后，那个教书到处都是了，那边是那边是，而家就无会记了，就其他人唔是个搬走了。從州面東南田邊踢，結團一屋卡人，乃有種樹就曬到乃去，曬來曬去嘅嘢咧。也係客人因為腳腦，喺台灣拓開分佈嘅情形。前面認真總農業物踢，幾張圖略貴落錯，熱嚟咩過來一天貼，人猜腳腦嘅水印，仲行起啲菜木。哦，安尼清開落，抹地就好見餐安尼。啊，因為這麼長呢，我幾十年沒有做了，還是可以的，還是很厲害啊，個厲害。哦，這個，就安尼，車，車很可能係咪？它的辣度。食到辣土看見個果無，辣土迄個果了就個有油，辣土迄個少，油就少啊，安尼就磨的啊，磨腳的啦。
脚弄个脚都要入，要个开这个麦啊，叫我们六龟的开工的人啊，我开通的去老汉人长老就下来了，要通的去按六龟里开上去，没用开空的通的了，它就里面我们的米包进去啊，2片就要有开了不安的事啊，所以咁通的水唔会涨啊。所以我哋现在翻煮嘅米，有咩弄入嘅米啊，所以很辛苦。做樟脑嘅人，我先弄入翻就咁未来嘅。2019年11月咧。年菜水的结束两秋，蒙那路途嘅石马嘅，蒙那排演歌声，林朝东嘅石马嘅林光飞，当风去表演。莫啦，我林光辉，我大哥啊，莫啦，你打扮这么漂亮，莫啦，莫啦，大哥来看你啦，还有你表哥来了，林明潭、林明聪也来了。莫啦，你到祖林那边去，你很安心的、安稳的。你做了太多祖林的事情了，你做了很多啊，莫啦。咖啡多，我要给莫娜最后一杯咖啡多。他喜欢喝咖啡，他跟我在一起喝酒、喝茶。喝咖啡，一起在讲北港区的故事，所以我是讲我家雾峰人家故事，他是讲你们家族故事，其实都一样的。以前是相对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跟莫拉这个感情特别好。林朝东是喺北江海流域用武力开垦嘅种植地干，莫那嘅家族。是喺菜地嘅部落两手，双方顺等后巴相互对立、相兵，竟发生各种意外。百人年过后，两大家族嘅后代子孙，因真对老祖公有共同嘅记忆，下后就相互同地好相识，变做同游花港嘅好朋友。头摆家族之间嘅是非恩怨，像鸳鸯嘅表演呢。1949年过后，世界上嘅天然樟脑产业稍加动荡，樟脑专卖区嘅生态咧。黑苗人嘅阿爸係很有才嘅番呢，龍腦係家頭嘅主要商品，做龍腦嘅原料就係樟腦。因為將方言被磨脫，故所1967年同貴州嘅石批標下來，未嚟3年。將重新組裝好勢，必運行。這兩家廠吼，是喺民國56年樟腦廠標登來就拆登來廠，這歷史已經有50幾年啊。為樟腦廠拆登來，遐所有設備，點啊原到剩這兩家有佇個。因為這伊個廠啊，你無看，伊是用古早那鐵板是用，因為用鋁釘鋁起來，點啊無人做這個方法。啊！日本時代陣，樟腦蒸餾設備為日本寄來，迄套設備當初做陣1900萬，迄個時陣1900萬天文數字呢。因為當初的公務人員薪水一個月才10塊爾呢。啊，因為樟腦廠唔愛做啊，因為當作廢鐵賣掉，所以咱買就俗俗啊，都買的。做这工程吼，精神真辛苦。那开始一个点迄叮当落去，24小时无休困，一做啥一个月到尾，所以24小时1个月在做。我嘛在学我24小时没有睡觉。你学习看这设备安怎做？
油樟脑油也好，啊，落尾樟脑粉也好，拢为大陆过来，因咱大陆袂使去做啥。樟脑油内面一部分是樟脑，50%以上是香料油。因为樟脑会当做甲迄个氨皮西林的原料，全世界用的最广泛的抗生素。内面的芳精油，听做真侪人为做化妆品用落上来，所以迄樟脑油内面其实内面成分嘛真多样。现在品质袂歹。是啊，真好啊。真好哦。啊，这是龙脑。龙脑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又叫做冰片，或者又叫梅片。它的用途的话，可以应用在制香，我们拜拜的香，还有像那个广东木药粉、龙角散或者是痱子粉，里面都有应用到这个东西。跌打损伤的酸痛凉膏、酸痛贴布，里面都有这个成分。来吧，宝宝，来。手来。好。即摆这温度30度吼，天气落来降较久的，吼，可能差不多要降过1礼拜，温度会降落来。我们这个产业其实算是一个蛮高度危险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工厂从以前到现在前后发生过很多次的火灾，那我有点不想再继续做的一个念头。为什么？因为其实每发生过一次火灾，你心里都会有一些阴影在。有时候你睡觉也会睡得不安稳。其实现在会想再继续做的原因，其实真的老实说是完成父亲的一个使命，让他不要心中有一些遗憾吧。挺水，你评看嘛，这评，有香吼，是啊，黑苗男长期落成研究樟脑应用的用理药嘅方面。还得到芒实有果嘅成果，做得讲樟脑对生物制约嘅200项，没有也贡献加出。真惊吼，足惊的。是啊。哇！你看悬，你看足悬的。啊，悬中46米嘛。哦。哇，这真正还够得缓呢。对啊。你才几年啊？真的很高。哇，很难得看得到啊！你这张老师的神木，以前有一个心愿想看到台湾的一个大神木，因为我只有到日本神社、九州神社看过那个张老的神木，因为那真大张。但是没有这一棵的那么雄伟，真的是很高兴，因为终究台湾才是樟脑的主产地。哎呦，我做樟脑做遐多年，所以跟樟脑是关系很深厚。这个事业也能够继续做，至少还有第3代也来讲，以后再怎么发挥，做较快的生意，除了樟脑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事业可以发扬光大啊，就是看野本事啊。5米9，3轮，那17.7，17.7米，17.7米，很长很大。台湾嘅樟树几百年来归下嘅都会抢呢，系台湾多方当建成嘅历史，有好地由樟脑来打好台湾工业化嘅基础。到今大家还享受到安尼嘅福气。讲到樟树，真金未免上到青岛。